張柏芝中意帶住兩個仔四圍去，6歲嘅大仔 Lucas 讀幼稚園嘅時候就成日逃學，好啦，而家要讀小1啦。點知柏芝又臨急抱佛腳先去揾學校，好彩又俾佢成功插班喎。之前再傳柏芝同兩個仔響加拿大定居，仲揾埋學校添，點知原來只係度假。但係到咗9月開晒學，要翻學嘅 Lucas 冇學翻，有個掛住玩嘅阿媽，連學校都唔記得揾。柏芝情急之下又去揾教會幫手，呢一次就得鄧瑞文同埋張堅庭出手，揾牧師寫推薦信，幫 Lucas 插翻去基督教國際學校。Lucas 先至有學翻，當然揾到人幫手，柏芝都醒目做嘢，就係安排兩個仔翻同福堂教會，以示誠意。崇拜當日就見到 Lucas 同 Quintus 由工人抱住翻教會，走嘅時候 Lucas 表情多多，做晒鬼臉。細佬 Quintus 見到7人車就揮晒手，好鬼 cute。當年王菲同霆鋒拍拖，柏芝好傷心，要靠教友支持先企翻起身。呢次個仔有書讀，又係靠教友幫手。希望柏芝珍惜，唔好辜負大家嘅一番心意啦。